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中，要罢免掉国民党立委罗定伟的公民团体，一透早都甲民进党的议员到东区的建国市场来宣传。志刚讲，本来是要做看板来宣传，但是地方有压力，有袂少的厂商一听到是罢免就拒绝了，所以因才用行入去菜市仔来宣传。啊，那罗定伟最近是无定期伫个路口咧宣讲，嘛真积极来参加着市政府甲学校所举办的活动。7月26日罢免起头同意票。公民团体志刚也白夜大声喊口号，进入台中东区的建国市场，宣传罢免中六选区的国民党立委罗定伟。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若是公民团体，当地立营议员嘛有2个人到场做伙宣传。公民团体讲罢免投票剩无到1个月，为着要催票，本来想要用传统的方式做看板，想袂到煞拄着袂少阻碍。第一时间听到你们是要做这个罢免的广告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不要，我不想要，就是可能不想得罪不管是谁也好这样。若是改做部链来宣传，志刚团体嘛做2条，互民众来挂，用其他的方式来宣传罢免。若要保家己立委的罗定伟，最近嘛无定期到路口来宣讲。我们应该顾经济、拼民生，拜托大家出来投票，投下不同意罢免。感谢。若是伫个街路化工投无同意票，罗定伟嘛正积极出席市会活动，甲罗秀燕做伙翕相。另外，选区内底学校的活动、毕业典礼嘛拢会出现。若一透早，公民团体到市场来宣传，罗定伟回应会尊重民主的机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